住伫咧新北市新店区67岁男子，18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为案2336，伫2天内造成高雄市至少6人感染。经查发现，伊伫15日上午，曾经到台南市安平同济豆花以及中西区府前路一段的昆阳肉用餐。台南市政府接获通报后，随即派员前往清消。市府卫生局呼吁东港以下时段有到这2间店的民众，爱踊跃筛检。5月14号早上11点到12点，到我们台南市的安平区的一个豆花店去用餐了哈。那在12点半到14点的时候，是到我们中西区府前路一段的一个羊肉店去用餐。所以上述地点已在昨天确实接到讯息之后，我们就先去清消完毕。那在我们这个足迹证实之前，我们就已经清消完毕，也感谢我们我们的这个环保局的同仁晚上不眠不日的这个作业了哈。所以在此跟大家公告，这2个区有在5月14号上午11点到安平区这个豆花店，跟12点半到4点在中西区府前路这个羊肉店也请这样的有风险的我们的民众如果自觉是有一些停留很久是可以到我们的筛检站到我们的筛检站社区筛检站去做筛检。为什么在昨日的记者会上无公布按2336组织？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因为当事人没有把这段足迹告诉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那我们台南市把这个足迹补起来。那也谢谢媒体朋友们他的一个提供一个线索，所以让这个防疫没有破口，让那个清消有做及时，那这个部分是一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之一。台南市政府呼吁，若是上述时间有经过确诊者组织，请进行自我健康检测。若是有疑似症状，请立即联系台南市24点钟防疫专线0628801180。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